伊朗社会弹攻击，美国总统川普正式展开重大军事行动，确保伊朗永远袂有核子武器。日巴事件79周年，总统赖清德去高雄参加纪念仪式，讲到林甲血案相关档案解密，真侪证据已经被毁掉。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队今仔下晡坐飞机去日本攻击，后礼拜一、后礼拜二甲日本拍热身赛。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楚欣。美国甲以色列行动啊！2月28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来射飞弹。美国总统川普证实，重大军事行动已经展开，会确保伊朗永远袂有核子武器。川普佮发声，讲美军会车倒政权，伊朗人爱把握机会接管家己的政府。也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伊已经离开首都德黑兰，转去到安全的所在。好，中东局势紧张，咱外交部宣布对即马开始，以色列全境的旅游警示调整做红色，赶紧离境。对伊朗旅游警示继续维持红灯。当地时间2日早起，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3摆爆炸。第一摆位伫最高领袖哈米尼办公室附近，也毋过哈米尼已经提早离开德黑兰，转移到安全的所在。了后，全国至少有5个城市，包括核设施所在的伊斯法罕甲库姆，拢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已经对伊朗发动头前动手的飞弹攻击，以闪避威胁。美国也证实直接参与一摆军事行动。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began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in Iran. Our objective is to defend the American people by eliminating imminent threats from the Iranian regime, a vicious group of very hard, terrible people. That this terrorist regime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以色列指出，这项行动，美国以色列双方已经协调筹划几啊个月，当初的日期也伫几礼拜前就已经决定。川普发表演说，说明会促成政权更替，喊声伊朗革命卫队甲军警放下武器，若无死路一条，也呼吁伊朗人支持美国的行动，掠到反转命运的机会。The hour of your freedom is at hand. Stay sheltered. Don't leave your home. It's very dangerous outside. Bombs will be dropping everywhere. When we are finished, take over your government. It will be yours to take. This will be probably your only chance for generations. 以色列主动提前伫全国各地有向防空警报，提醒民众准备应应，可能面临伊朗飞弹甲无人机报复攻击。国防部长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关闭领空、学校甲非必要工作拢暂停。军方随后也伫声明中确认，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发射飞弹反击。这摆行动进程是数日内外举行的第3轮伊朗核谈判陷入死局，川普搁一次放话，若外交手段失败，会不得不采取军事打击。伫这进前几礼拜也陆续派遣胡德号甲林肯号2大航空母舰战斗群进驻中东，大量增加加油机甲武警机数量，规模达到伊拉克战争以来上大，拢防解脱时，对德黑兰当局的最后通知，即马总算真正出手啊！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今日是228事件79周年，嘛是林甲血案46周年。今年中秋纪念仪式是办伫咧高雄历史博物馆，遐伫咧1947年是发生武装镇压事件，造成严重的死伤。也总统赖清德落南来出席，除了向受难者致敬，嘛讲到林甲血案相关档案已经全部解密。不过遗憾的是讲，真侪证据已经荒废掉。回想伫高雄世博馆哀悼受难者，200是279周年。今年中秋纪念仪式选伫1947年发生军队武装镇压事件，市政府故址即卖世博馆举办。有100多名的参议员、区民代表、地方士绅当咧开会，着穿无死，搁报纸做拄甲死，这包括。阮老爸献花向受难者致意。王文宏的爸爸王明水伫镇压事件中遇难，79年过去，因渴望政府重视转型正义，218基金会今年用记忆为度，正义客行会地代表家属会挥别目屎，扬起红榜，驶向公益未来。阮期待政府也加速将目前的研究成果
规项的机制，以及对加害体制的反省，转化为不可逆的法律制度。林家主体迄案甲当年的资料并无完整，连口述资料也并非真实正确。尤其按促转会甲监察院等调查报告，咱会当看到，当年真济证据是被系统性毁灭，因此这档案必须要再分析研究。再当应用。罗清特讲到林体血汗改变甲做着灭症的问题，因为自卑也是林体祖孙受难46年，早起由血汗素发地改起的义工教会办对书，未少人来致意。副总统萧美琴来时阵也强调，熟悉历史才面对未来。确实做台湾人真辛苦，若袂当了解咱的过去，咱就无迄个力量来面对未来。林体血汗最近因为电影《世纪血汗无定球》为相当于到拍片引起争议，佮受到关注。第二期公告会议来林家望园也同时办对书活动，林义雄无来，暗过甲小甲迄时阵的林义雄秘书现金监过的电球金拢到场。根据这样的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来拍这个电影，那我是觉得说，对当事人应该要有最基本的一个尊重。伊强调，电影改编真实事件，应该按有更较有效的处理方式，尊重当事人会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府伫228和平公园纪念碑办对书会，市长蔣万安强调讲，228是绝对无应该发生的悲剧，答应讲会为自由民主、会为人权来奋斗。蔣万安伫咧致辞的时，有民众讲，伊家己是受难者的家属，伫头壳落牛皮纸地啊，举标语无声来抗议。献花鞠躬致意228事件79周年，台北市府立北伫228和平公园纪念碑前广场举行纪念对书会，市长蔣万安多位受难者家属甲前副总统李秀莲拢到场参与。蔣万安也牵受难者王天丁的查某孙黄秀婉的手，同在鼓场。蔣万安也甲其他受难者家属握手表达关怀。致辞时强调，228是绝对无应该发生的悲剧，承诺会为自由民主甲人权奋斗。228事件是绝不该发生的悲剧。站在各位228受难者亲人家属的面前，身为台北市长，我要向昔日的受难者以及受难者的家属亲人致歉。父亲就遭受到门冤审判，判刑50年，逃亡50年，所受的惨痛经验，比一枪毙命还要悲惨。市小官也感谢蔣万安，可以有机会讲出父亲一生的遭遇。李秀莲是呼吁，应该对228事件要有一个公正的了解。蒋市长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诚恳，大家对228事件应该要有一个很公正的了解。不过，其实伫蔣万安致辞的时，有知情受难者家属头顶牛皮纸地啊，举牌无声抗议。伫228和平公园外口是有独派团体发起纪念行动，也抗议北市府封锁228公园4个月路环，无要让因举办集会游行。因为在他的眼里，我们这些拥有不同声音的受难者家属，他不是家属，而是需要被隔离、被排除的异议分子。蔣万安强调，北市府一定会继续尽上大的力量，努力摆清真相，抹平伤痕。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的是228连假上尾一天，高公局预估讲，国道转线上北的车会真多，尤其是国道5号宜兰往台北这个向，可能会塞到暗时8点。也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来影响，水气阁变高，玉山伫早起7点外开始落雪，到甲10点，这个雪只有4公分宽。雪铺满地面甲树啊，亲像银白色的世界。受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东线的影响，关山水气充足，加上气温向落落来。228早起7点10分开始，玉山就落雪，甲早起10点为止，积雪深度已经有4公分。不过下晡过后，落雪几率就大大减少。今天白天这段期间，其实玉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机会，不过还是要看今天玉山在中午过后的低温能够配合得到。
气象署表示，28连假第一天各地云量偏济，局部地渐转雨，暗晡顶起落雨强度唔是真济。虽然天气无稳定，暗晡无影响大家出佚佗意愿。高公局有讲，各道专治交通量是107万车公里。拜日3月7日也是连假最后一天，各道专线会是上北车流为主，尤其各道5号宜兰往台北方向车会真济。宜兰地区要北返往台北的车流呢，大概在早上9点过后就会开始出现，那车流可能会持续到晚上8点过后才慢慢的消解。高公局强调，连假最后一天依然有各道疏浚措施，包含中昼12点到暗时9点，各道1号后备保险系统上北加各道3号西边上北，10道是封起。下晡1点到6点，各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加头城上北14个清在管制。各道3号新竹系统到演奏系统用单一汇率和8折收费。出门进前先查详细路况，才袂踏伫车阵内底。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队今仔下晡是坐飞机去到日本竞技，后礼拜1到后礼拜2会甲日本来拍热身赛，刷了才会去到东京进行4场预赛。也上飞机进前，队长陈吉宪表示讲这抓是真艰难，会尽全力来拼好成绩。也汤机场是准备水门礼，甲咱台湾队的选手応援。向西总的台湾选手入场，场边随传来欢呼声。特别去日本参加经典赛选手，中昼11点出现伫桃园机场第2项站大厅。下晝下晝2點10分的包機直飛競技，所來伫3月初2到初3進行熱身賽。初3暗去東京，所落來初5到後禮拜6有4場的比賽。那晉級分組前2名，直飛美國邁阿密。隊長陳吉憲坦白講，這是艱難的旅行，也毋過無希望後個月初10佇台灣見面。這是一趟很艱難的旅行，然後我們背負了台灣國人的期待，希望我們能夠身負重任，然後在這次的賽會能夠全力以赴，然後拿下最好的成績。那就像會長講的，希望10號的時候我們不會在台灣見。時組預賽會佇東京巨蛋舉行，台灣選手頭一戰會佇初5早起11點對上澳洲隊，初6暗是迎戰地主日本，擱佇初7、初8甲坐騎參韓國交手。名列分組前2名的球隊才會當晉級美國決賽。即擺經過1個多月集訓，台灣選手準備好啊！我們都知道，強敵環視的。前面困難重重，球是圓的，勝負不知道。但是帶着球迷、國人的祝福，我相信每一個選手都準備好了。運動部長李勇佇球員入關進前，甲大家一手加油。伊表示會飛去日本替台灣隊支持。伫登機門的頭前，也有未少球迷等候大聲喊加油。2名球員去到競技，會甲女美球員會合。另外，即擺敢會當順利佇競技比完熱身賽，也閣有天氣的不確定因素。道機公司是佇班機出發時準備水門禮來上行。記者綜合報道。看到屏東新橫九如這個所在，昨接煞有草啊燒起來。消防人員佇咧九如高屏溪爆發拍火時，佇現場發現可疑的人甲車。警察去查，車內3個人，哪像就是放火嫌犯，因燒草啊想要引動物出來拍蠟，專案依法上班。消防人員提出講，向頭前燒起來的草布一直灌水。屏東九如鄉高屏溪爆發，而且下晝1點多發生火警，經過灌救佇2點鐘了後控制，也過有殘火。警方暗時也協報到火點附近有可疑的人甲車。先前往該處架設捕獵之陷阱，欲捕抓山豬及飛禽，疑似為求順利捕獲獵物，以打火機點燃附近雜草，準備獵殺遭火驅趕竄逃之獵物。警方為車內超出蠟槍、迄個燈甲賴打等物品，涉案3人為拍蠟來放火，造成火勢炭開失控，幸後獲警方移送地檢署。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險及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移請台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偵辦。屏東新橫九如頂地2次連續出現大範圍雜草火警，燒了的火隨風飄散。其中九如因為附近屏東市也造成市區出現大量的火，掉地車也是大路上。
从最邻近的一个空气品质测站它的 AQI 大概都普通的等级下风处几颗感测器大概浓度也都普通的等级。今天就是28号，它周边的一个空气品质结果也都是一样的。环保局解释，空气品质测站主要监测微粒，负的粒较大，所以未反映伫空品指标上，也毋过确实可能造成环境影响。好佳在屏东离北落雨，目前经排除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要即马过年过煞，菊花无少全败价，采收去买电到了钱中华鼻头的农民规气就伫咧年假开放花园，互民众去翕相、摕花、摕面钱。园仔内底黄的、红的、粉的非洲菊仔开甲长水，民众摕手机翕相、欣赏水花。中华鼻头一大种菊仔花农场，因为年节过后的市场价小摆，采收根本袂好，规气开放互民众免费来摕花。老板真的很大方，而且不浪费，说种植了这么多的那个花草。我觉得这个很好看，这颜色很鲜艳我很喜欢这样。原本以为这种可能小小朵的，没想到这么大朵，然后全部这样看起来还很漂亮。花农表示，因大部分的花拢是销去拍卖市场、花店甲中盘，但是即阵年节过后，菊仔花的需求量变少，地需花价重，市场介绍一支菊仔花上无爱4-5块才有赚，但是目前大概剩2-3块尔。原本打算规区的花价条单花定开，但是感觉真无彩，决定开放互民众免费摕花，买当参观农场。因为即摆介绍2-3块，即摆阁是春天。百花召开，市场食袂落遐侪花，所以阮才会想讲开放互大家参观领花翕相互大家厝内有花安尼。花农指出，种花成本包括人工、肥料、甲设施的投入，即阵花卖无好价，规气开放农场，甲民众分享水花，嘛是希望大家当更加了解菊仔花生产的过程，甲农民种植辛苦。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第4届全国象棋公开赛4月要伫云林古坑基湾村来举办，即阵当地的学生囡仔办做棋理对战，替比赛斗成团。好，红王先走，炮2平5。小学生化作真人象棋，分做红白两边阵营，隔着楚河汉界对立，听老师的指令，双方依照象棋规则行，也是跳，伫棋盘刷叮当，一旦互吃掉，就爱离场。把那鸡鸡，对，吃掉嘛。吃掉了，对，吃掉黑马。云林县古坑乡有棋盘村乡公所甲当地社区发展协会举办全国象棋公开赛，今年进入第4届，得到政府补助的棋山高手伫地面画设棋盘，由学生发现象棋家棋为比赛做宣传，邀请全国选手同齐到棋盘村来论棋。象棋呢，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益智休闲活动。我本身是住在棋盘村，也是旗山国小毕业，所以我已经到旗山国小往下扎根，积极的推广象棋活动已经蛮多年了。觉得象棋其实它是一个益智的一个训练，脑力的训练，然后也让孩子不要再看手机，也含脑的方式，所以下棋就来找棋盘嘛。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推广。师生拢真会象棋，最后这场真人象棋由红棋胜出，乡公所拍出要行棋都爱找棋盘的宣传口号。全国象棋公开赛预计4月12日举行，以棋会友也带动当地文化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即马进入超高龄社会，未少长辈无爱增加囝儿的负担，是选择带老人公寓，囝儿自由，家己嘛自由。不过即马大部分私人咧经营的，一个月就要几若万是几33。新北五股就成立第1间公办民营的老人公寓，逐个月一个食大1万外块就会当解决，后袂就想要家己说出的长辈，想要登记去住。76岁陈阿嬷伫老伴过身了后，将厝卖掉，住伫位老人公寓已经5年外，毋若3顿免家己煮，还佫交到共会朋友，伊感觉生活是自在佫欢喜。我现在也走了，所以我就想说，让他们自己去独立，他们也自由啊，我也自由啊。同款也是75岁齐先生，少年时阵甲太太离婚了后，独一个人生活，因为囡仔拢住伫国外，伊无想要增加囡仔负担，所以住一位老人公寓，也享受家己的生活空间。离婚以后我就自己住了，所以我有独居的这个情形，而且习惯已经很习惯了啦。
因应超个人社会甲家庭形态改变，新北市第5股区成立第一个公办平行老人公寓，满60岁以上的新北市民身心健康、生活应自理，拢用申请。中价收入户独居老大人甲无自用自体人用承住。一人房加上双人房，应提供80个人来住。除了有专为老大人设计无障碍居住环境，根据呼救认定，也会办各种文康休闲活动，应消除老大人的孤独感。我们有一些体适能的课程，有肌耐力的课程，也有静态的打鼓、非洲鼓或者是园艺的课程。课程的设计呢，主要呢就是延缓它老化。目前大部分私人养生村大概保证金差不多20万起跳，加上每个月几万的租金费用，不是一般退休的老大人能负担。新北老人公寓每个月加大费用干来万外，介绍加亲民。老人公寓唔那是居住空间，更是帮助健康的老大人实现有尊严而且快乐的退休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西班牙巴塞隆纳语言是真多元，移民若要伫这个城市来徛起，就要立乡随俗讲因的话，也这就产生教育甲生活压力。等下7点半，青春的内幕来去西班牙巴塞隆纳看移民为这座城市做出什么改变，也政策佮有什么回应。西班牙巴塞隆纳是一个国际城市，每一天迎接济观光客甲移民。车头、街仔路甲公共超市，大部分拢写加泰语。对一个刚来到这还未晓讲加泰语的移民来讲，要伫这个城市生活是真无简单。黄昭文是为台湾来的，大学主修西班牙语。出业了后，一个人去到巴塞隆纳，伫这定居生活。伊讲语言称在是移民加入新的社会头一个条件。根据统计，加泰隆尼亚差不多有1/4的人口是外来的移民。对真侪家庭来讲，会晓加泰语是加入这个社会方式。不过，同时嘛产生教育甲生活的压力。大学考试是全国的，要安来看成绩。阮这自治区，阮这是双语的，阮这讲2款，甲台湾甲西班牙语。你像阮这的人也到马德里来比，人马德里迄边，人因学西班牙语就好啊。为了降低学语言的难度，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政府伫咧全区设立20多个语言推广中心，提供为无基础到高阶的加泰语的课程，希望予新的移民唔但听有，也阁会当真正开嘴讲。A Catalunya, de parlar amb els amics, de socialitzar, d'anar al teatre, d'anar a festes i de fer amics millor i conèixer més coses de la cultura si inclouen el català. Només en castellà a Catalunya. 除了教育，传播媒体嘛扮演关键的角色。在1983年成立的 TV3 加泰隆尼亚电视台，长期以加泰语做新闻甲儿童节目，让语言伫咧日常生活当中，会当互大家听到，互大家使用。Nosaltres també volem portar el català al món, per això també retransmetem via la plataforma a tot el món i això el que també estem molt satisfets de que participeu en moltes ficcions que són en català. 伫加泰隆尼亚，语言毋是干那会晓讲无，是敢有人使用，敢有互理解。为校园、媒体到家庭，语言安怎互选择，嘛当咧形成下一代认同。记者杨宗巴塞隆纳采访报道。观众朋友，明仔载是礼拜连假上尾一天，东北季风有减弱，各地的温度会来回升，高温有25度至30度，不过早暗会较凉哦，低温是18度至21度，要注意这个温差。出门哦，就要加套一领衫。咱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18度至27度。中部地区18度至28度，南部地区19度至30度，东部这边19度至26度，
外岛地区13度至25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来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港节时间再会。